大家好，最近生活過成點啊？我參加咗旅行團，去咗人生第一次郵輪假期，仲要係歐洲線啊！第一條片呢個序幕，首先會介紹隻郵輪海洋奧德賽號同埋房間開箱。參加旅行團嘅好處就係唔使用腦就可以響8日時間去齊5個城市。今次旅行團安排呢隻咁巨型嘅郵輪船頭嘅位置房間俾我，好快就會同大家 room tour 一下，俾個海景大家參考下啦。行程第一日我響澳門出發，可以搭車直接入香港機場禁區。我儲落嘅機場貴賓室免費使用就大派用場啦，舒舒服服2個鐘時間，嘆下小食，飲杯酒，食個蛋糕。我 check 過啦。用多幾千蚊上卡簽賬，出年又有得免費用貴賓室啦！你哋都 check 下自己有冇簽夠額啦。唔俾佢換面。今次報團揀咗永安旅遊嘅皇家加勒比郵輪 Odyssey of the Seas 海洋奧德賽號，會住郵輪8日7夜，由香港搭飛機先到杜拜，再轉機到意大利嘅羅馬上船，其中5日呢就會泊岸。Day trip 行下希臘嘅聖圖維尼島 Santorini、米可洛斯島 Mykonos、土耳其嘅古薩達斯，以及回程意大利嘅拿波里以及羅馬。大家係咪想知道團費幾多錢，同埋包括咗咩項目呢？好，等我一一列出嚟。首先就有呢個來回機票啦，郵輪7晚海景房嘅住宿。5日岸上行程交通安排同埋膳食，最後連領隊嘅導遊費都包埋響裏面，只要付出大約港幣3萬元嘅價錢，就可以享受到以上嘅項目，過一個歐洲式嘅假期。我自己就覺得非常抵玩啦。應該咁細塊嘅潛艇店。鏡頭開始見到嘅海洋奧德賽號，其實只不過響4年前2021年先首航。首船呢，總共係有16層嘅樓層，可以一共呢載到5000人以上嘅。由於人數眾多，成個過程只需要靠自己將房卡去做所有嘅收費記帳，然後響佢哋嘅 APP 上面對返，自己檢查清楚，最後臨走一刻先扣錢嘅。終於都到咗呢個 Odyssey of the Sea 啦！山長水遠，由澳門出發搭飛機去到意大利，再而家去到呢個口岸上船。話未來8日7夜就靠晒你啦！既然艘船有16層咁大，等我數一數入邊嘅設施俾大家聽先。上面呢有7間免費任食嘅餐廳，仲有其他收費嘅餐廳，幾間酒吧，有每晚唔同主題免費嘅劇場 show， 有賭場，有購物街，免費健身室、SPA、人工滑浪，仲有免費升你上100米高空嘅北極星觀景台，免費玩碰碰車、泳池、攀石場。所以就算有2日啦，唔泊岸嘅 sea day， 我嘅時間都過得非常十分之勁充實啊！而家諗返起都覺得非常之開心寫意，正。開房時間506號房。哇，都好開心喎！哎呀，好唔買得鞋先。首先有個大電視，有張雙人床，跟住就有個鏡，有 sofa，跟住哇個窗後鏡幾開心，有幾多隻郵輪，哇正啊，開心！海景房同埋露台房嘅分別就係有一個空間俾自己行出去吹下風、打下卡。用我今次歐洲線做例子啊，就係7晚露台房要俾多4000蚊，平均每晚600蚊左右。對我嚟講，因為都唔會成日留喺房間，不如慳翻呢4000蚊買個 WiFi plan 仲好啦。所以安頓好房間，就落樓下5樓揾啲工作人員搞掂我嘅 WiFi 設定。8日嘅 WiFi plan data 連一部手機要成為1200蚊左右㗎。由於呢一隻郵輪係歐洲線，
所以90%呢都會係外國人，英文、西班牙文處處，佢哋呢應該都係玩開噶啦。部分人呢仲會響房門口透露佢哋今次上船嘅目的。而響我呢搞掂完 WiFi 翻房嘅過程之中呢，俾我見到 housekeeping 呢啱啱執好咗一間露台嘅房，咁我就連露台房都 room tour 一下，俾大家參考，比較兩種房型啊，邊款啱自己嘅心水啦。你可能想知，除咗團費，我自己想與世隔絕，唔俾錢買 WiFi， 淨係幫襯嗰啲免費餐廳，咁仲有冇其他消費項目出現啊？答案呢係有嘅，仲有一項就係每一日呢，郵輪公司都會收取$18左右嘅服務費，所以成個行程呢，我需要支付大約1000嘅服務費嘅。第一集嘅郵輪片已經為大家簡單介紹過佢嘅基本運作，我就唔覺得一定要住露台房啦。大家都睇到我響船頭每個朝早睇住唔同嘅歐洲風貌，我已經非常之滿意啦。跟住嘅集數，我會繼續介紹郵輪上有咩免費嘅劇場表演啊，免費嘅餐廳質素得唔得？郵輪各款設施好唔好玩？仲有咁多日落船行希臘、土耳其、意大利嘅行程，而家先俾大家睇住少少船上面嘅片段。我哋下集繼續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